你的狼娘亲、兄弟姐妹，还有狼朋友都走了，我可以下来了吗？就知道你会把我接住的。幸好我跟汪总管偷学了一些药理，这迷魂香真好用，会使人产生幻觉，以为看到狼怪。封山以后呢，我就不用担心你和狼群被猎杀，也不用担心你们陷入陷阱，求救无缘了。狼仔，我们认识1年多，多亏你聪明，虽然话还说不好，但已经能听懂我说的，孺子可教也。我听城里的老人说，10几年前狼寿山上有户人家，丈夫赴京赶考途中染病死了，不久妻子生下孩子后也难产过世，但那婴孩却下落不明。我猜想那孩子会不会是被狼群养大的你啊？狼仔，听我说，我们是为了遏制吃狼肉的歪风，不得已我们才装狼怪吓人的。但从今天起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表现得不错，请你吃一颗糖葫芦。哎，我说的是1颗，1颗而已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你这个坏家伙！狼仔，山下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包子和烤鸡。明天你陪星儿下山瞧瞧，好不好？狼仔，你听我说，是猎人做的陷阱，你有没有事儿啊？人很坏，没错，这个陷阱是坏人设下的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山下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啊。哎，狼仔，你是人不是狼，你不能一辈子躲在山上，你总是要回归人群的嘛。如果你不试着接触人群，要怎么分辨好人和坏人呢？好吧，那你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带你下山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，世上还是好人多。早点睡啊。看，城主回来了！城主回来了！城主终于回来了！是的，太好了！这也是一件好事啊！城主他可算是回来了。是。都起来吧！谢城主。爹，你回来了，还要日日早起习武练字，就等着爹回来呢。娘已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菜肴，你快请进吧。先不急，爹先招呼一下远道的客人。马副将，跟着城主一起回府的是哪位贵客？这天下间能让爹屈身接待的屈指可数，这车上的人肯定来头不小。禀夫人，少主，车上的人非同小可，乃是陛下的义弟夏侯义。夏侯都尉，
怎么突然来夔州城这种小地方啊？听说是为了狼肉治百病的传闻来。夏侯都尉，现已至寒舍。狼仔，是不是很热闹啊？哎，你看这边还有好多花，多好看！哎，公子啊，来看看我这画。哎，摸不得，摸不得！蝴蝶飞。老板，我朋友他以为你画的这个蝴蝶真的会飞，你好厉害啊，厉害！哦，是吗？谬赞，谢谢。哪里？哎，客官，快来看看我这鸡，是不是比别人家的大呀？因为他们吃的鸡食是1等1的好，肉质自然是有弹性。您再瞧瞧他这眼神，如此的纯良，那是因为啊，我每天吟诗，以文学驯化他们的野性。哎，干嘛呢？老板，老板，干嘛呢你？老板，对不起，我朋友他只是想放生小鸡。放生？哦。我第一次听说小鸡也要放生。对不起啊！走，捣什么乱呢？过来，来，坐下，坐这儿，坐下。今天什么戏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你先看，认真看哦。这是我特意为你安排的，别走开。听说挺新鲜的，看你这架势啊！好，咱好像要开始了。我还是第一次看皮影呢。很久以前，在遥远的北方，有一个小姑娘，她的名字叫星儿。星儿，你开始了。自从他娘亲过世后，爹也经常不在家，他总觉得闷闷不乐，很孤单。直到有一天，星儿听说狼兽山上有娘最爱的女萝草，于是他不畏艰险，勇敢地上山寻找。星儿不慎误闯了小狼的地盘，成为待宰的猎物。就在星儿以为小命不保时，意外发现小狼生病了。你发烧了。星儿没有找到娘最爱的女萝草，反而用薄荷叶救了生病的小狼。狼是有恩必报的动物，它等着星儿上山，也带着星儿找到了女萝草。我娘最爱的女萝草，狼仔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星儿有了小狼之后，才慢慢忘却失去娘的伤痛。小狼从此成了星儿的玩伴。星儿常常一个人上山找小狼，小狼带着他进入狼的世界。啊！小狼是星儿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，它丰富了星儿的生命。因为小狼，星儿才知道，风是可以被看见的。哇，这就是风的形状。也因为小狼，星儿才知道，原来蝴蝶飞是有声音的。
声音啊！来，我听说养狼人会把狼牙做成幸运符，所以呢，我就命令工匠专门为你打造了这个狼牙链，可以护你日后平安。喜欢吗？星儿很想问小狼，愿不愿意变成人，永远陪在星儿身边。不知道狼仔是否能听明白我的意思？这戏真好看。是啊，狼都懂得报恩，人应该也是。对呀，这小女孩真可怜，还好有狼朋友。对，我朋友人呢？不知道，我看的都入迷了。小少爷，刚才您讲的故事真好，真感人。糟了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万一要是出事了怎么办啊？冰糖葫芦嘞！包子，卖水果啦！来看看啊，糖葫芦挺好吃的，给孩子买一串吧。你看看这块怎么样？哎呀，谢谢客官。冰糖葫芦，要买冰糖葫芦吗？热乎的包子。冰糖葫芦，5文钱一串。哎，你还没给钱呢！哎呀，怎么打人呢？抓他送衙门去！什么人呢？把他抓下送衙门！什么人呢？抓起来送衙门！还想打人？你们这么多人围着一个孩子，他能不害怕吗？哎，都散了，散了啊！刚才看着呀，他好像还是要过来扶我的。他呀，肯定不是故意的。这孩子拿了东西也没有要跑的意思，怎么会是小偷呢？哎，老板呢？你看，这是孩子的钱，刚才掉到地上了，一定是你没有看到。我就说嘛，他是给了钱了，我怎么就没找到呢？原来是掉地上了。哎呀，是啊。好了，没事了啊，都散了。没事了，都回去吧，都散了，散了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孩子，这钱婆婆就给你付了，拿着，要记住了啊！偷东西啊是不对的，千万要记住了啊！你一定是饿了吧？吃吧。婆婆大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朋友他自小认生，我替他向你们道歉，他真的不是故意要偷东西的。哎呦，没事，就当是做好事了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狼仔，给婆婆。哟，可别给我钱，这包子呀是我心疼这孩子才给他的。快吃吧，啊！谢谢婆婆。没事，去吧。走吧。去吧。谢谢啊。好，走吧。过来。来，坐会儿。你没吓着吧？你跑出来，就是为了要给我这个？狼仔，好乖啊！你快看呐！娘亲好开心啊！娘亲疼你，来，再亲一个。看，那就是爱哦。狼仔，你愿意相信有好人吗？狼仔，你真棒，太了不起了！我把我的糖葫芦全都给你。
把你最爱的肉包子给我。好。皇上不日就亲临夔州城视察了。你这马家军受封镇守夔州城，这都几年了，对朝廷税收的贡献才这么点。我说马城主，陛下对你可不薄啊，效忠朝廷的具体表现，你可得加把劲儿了。都尉大人所言极是，你我都是陛下的左右手，同朝。爹回来了。怎么陛下分配我们的角色会有天壤之别呢？啊，你马城主在陛下眼里那就是一条狗，常年驻守在城外，有如看门狗一般呐。而本都尉就像是一匹永不言败、战无不克的狼，祝陛下横扫四方。这位大人，狼其实并不是战无不胜。若是遇到强者时，狼群也会懂得收放，保存实力，这便是狼的智慧。唯有狐狸，一旦有了靠山，便开始狐假虎威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如今自己有多威风。小女乃夔州城城主马英之女马摘星，方才只是与大人交流一下动物习性，如有冒犯，还望大人多多见谅。但是我想大人应该不会这么心胸狭隘吧？哼，胡闹！休得无礼！你怎么能如此对待夏侯都尉？回到你房间，闭门思过。7日之内不得离开房门半步。爹，王总管，是，还不把这烈女给我关起来？郡主，退下。是，小女告退。爹，是知道自己错了，在深刻反省，对吧？嗯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起来，起来。腿都麻了吧？你看看爹又没罚你跪，你干嘛这么惩罚自己啊？小时候我犯错，我娘就说要面壁罚跪，可是爹总说呀，女孩子家家跪什么跪啊？面壁反省就好了。你这个娘啊，比我这带兵打仗的爹还铁面无私啊！怎么样，饿了吧？嗯。好，咱们吃饭。摘星啊，夏侯都尉在府上的这段日子，你要尽可能的躲他远一点。这个人的心眼儿比芝麻还小。爹，要不然明日摘星正式向夏侯都尉赔罪吧？那倒不必。现在朝廷上下都忌惮他是陛下的义弟，为了夔州城的百姓，也为了我们马家，爹不得不在小人面前低头啊。不过，你今天可是给爹大大的出了口恶气啊！真是爹的好女儿。好了，顶撞的事啊，爹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不过另外一笔账，爹要好好的给你算一算。爹从来不禁止你外出，那是因为爹相信你，
你堂堂一个郡主，大家闺秀，入夜未归，岂不有失礼教啊？下次不了，爹，不会有下次了。女儿是因为有个好朋友第一次进夔州城，女儿尽地主之谊，带她到处去逛逛。是什么好朋友啊？他是一个很听我话，很讲义气，而且勇于承担错误，还是一个很贪吃的人。听上去倒像是个好孩子。日后啊，有机会把他引荐给爹，爹要好好看看他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马摘星，我若不是看在你爹的份上，早就让你见识到我的招式了。都尉大人，进来。都尉大人，我们家郡主年幼无知，方才说了很多错话，还望都尉大人恕罪。城主方才已经交代过了，都尉大人，您常年为国征战，亲上战场，却总被这风湿痹痛所扰啊，所以特命小人调制这滋补汤，为您养身。这汤药倒是提醒本都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这狼寿山，你可听说过？小人略懂药理，之前常上这狼寿山采药，所以对此山甚是熟悉。那正好。本都尉命你即刻上山，带几只幼狼来，献给本都尉。本都尉近日听说，原来这狼肉、狼血才是根治风湿痹痛的良药。别忘了你们家郡主方才暗讽本都尉狐假虎威，本都尉不与他计较，但这也是侮辱陛下义帝的重罪。大人。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。不如本都尉几天以后一并启奏陛下。大人，别，大人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那你还不赶快给我上山抓狼治病？说不定这回药到病除，我就不跟你们郡主计较了。是，小人这就去想办法，定为大人分忧。此处是离狼怪出没，距离最近的水源了。早上我上山的时候，你不是就想拿着果子去答谢他们吗？热乎乎的包子，去啊，快！包子，拿好了啊！哎呦，哎，来，哎呦，你咋来了，孩子？啊，是啊。哎呦，这么好的果子呀！是啊，哎呀，谢谢你。
哎呦，乖孩子！嘿，狼仔，你真棒！你现在不仅愿意接纳人，而且还懂得对他们好，表现的……你怎么了？不喜欢我摸你啊？谁教你的？是我教的。儿子好乖啊！你快看，快看呐！娘亲好开心啊！娘亲疼你，来，再亲一个。看，那就是爱哦。喜欢，心儿。刚刚那个，只准对我一个人做，对狼群也不行。刚刚那些话。也只能对我一个人说。我很公平的，这些事情我也不对任何人做。你不会做出让我难过的事情，我也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彼此信任，你懂吗？哎，你怎么了？烤鸡来喽！来，吃完药，乖乖。你又饿了？你今天不能再吃了，你个贪吃鬼！狼仔，我今天答应我爹要早点回去的，我就不上山了，你自己回去，小心点儿，知道吗？再给狼仔做一件新衣服，等过段时间他见我爹的时候就可以穿了。能替本都尉治病，你这畜生也算是没白活了。夏侯都尉遇刺了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？是将军，你们两个在门口守卫，我们几个去追。是。爹，怎么会这样？夏侯都尉已遇刺身亡。啊！夏侯都尉那可是圣上的义弟呀！王总管，小人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人正要服侍都尉大人，便见都尉大人与此狼怪打斗，瞬刻间便被勒毙了。城主，都怪小人不该听从都尉大人的话，上狼州山强抓幼狼，给都尉大人饮血治病啊！想必正是因为如此，引来了狼怪下山。
下山加害都尉大人。啊，狼怪下山了。此事还不能断定就是狼怪所为，不过凶手甚为奇特，其举止似狼，异于常人，四肢着地，就走右狼。我仅看一眼就可以断定，他不过就是野人般的少年而已。爹，曾有猎人亲眼见过狼怪，说他像狼又像人，这一定是狼怪，不会错的。陛下不日将驾临夔州城，一定要抓紧彻查此案，要赶在陛下到来之前找到真凶。马副将，即刻调集人马，全力搜捕，一定要查明真相。此人能够躲开护卫，潜入马府，击杀武功高强的夏侯都尉，其身手一定不同凡响，千万要小心切记。末将即刻领兵上山，缉拿此野人。要谨慎呢，他是人，更远胜一头凶猛无比的狼。倘若抓不到真凶，我们马府就无法向陛下交代呀。是。快，准备上山！丰城大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郡主，为何如此大阵仗？郡主，府里出大事了，狼首山的狼怪杀了都尉，我们要马上抓他归案。不可能的！怀疑是狼怪所为，是因为其少年之身却人貌狼性。而他的刺杀动机竟然是想要救出都尉吃食的小狼。郡主为何如此焦急啊？这与他何干？城主，其致死之因却为近乎碎裂导致气绝，都怪小人千不该万不该，听从夏侯都尉之言，去山上给他抓幼狼食用。抓到那个狼怪，这个千刀万剐！他不是狼怪，不是你胡说八道！摘星，郡主，爹，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。你们口中那个行为举止像狼一样的男孩，他不是妖怪。他之所以长得会像狼，那是因为他从小是被狼群养大的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难道你认识他？他就是我要介绍给爹认识的朋友。事到如今，我只好跟爹坦诚了。所谓狼怪，其实是女儿一手策划，装神弄鬼。马占星，原来你整我！快把事情说清楚。女儿本来是想等都尉离开以后，再跟爹据实以告。我几次跟汪叔偷学药理，吸得迷魂香，使人产生错觉，误以为是狼怪。可是我们不是想害人，女儿只是希望可以保护狼群不再受到猎人的残害。荒唐！你装神弄鬼一事，我暂不追究。可他杀了夏侯都尉，已经是朝廷的重犯，我绝不能放纵。不，爹，狼崽绝对不会无故伤人的。爹，我求你了，爹，我求你了，爹，不要派兵上山去抓他，他会很害怕的。他好不容易刚刚开始相信人，你让女儿上山一趟，我去把事情问清楚好吗？你闭嘴！这一切都是你戏弄我的报应。那个狼怪确确实实杀害了夏侯都尉，这一切都是爹、汪叔还有众人亲眼所见，铁证如山。你兄长说的没错，难道爹还会骗你吗？这或许可能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呢？他或许并非恶类，但你敢保证他兽性全无吗？你能保证他不会为了保护那只幼狼而去伤人，进而杀人吗？女儿相信他，纵然他有其野性，但是经过这段时间跟女儿相处，他绝对不会无故夺人性命。摘星，你
胡闹的还不够吗？故意造谣，已经让整个夔州城人心惶惶。你又假公济私，欺骗你的兄长做出封山的决定，现在又闹出人命，而且还牵扯到陛下的义弟，你知道吗？这会给我们马家带来灭顶之灾呀！可在这个时候，你的立场还如此的偏颇，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牵扯其中了。我一定要活捉狼怪，秉公处理。如果非他所为，我自然会还他一个公道。如果真是他杀了夏侯都尉，我一定会让他偿命，还我马氏一族的清白。爹，王祥，城主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爹，爹，带下去。郡主，爹，不怕。爹，爹，郡主，爹，他不是妖怪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。王总管，你放我出去。郡主，王总管，郡主，您还是在屋里反省吧，这事真闹大了，您最好安稳一点。王总管，你等一下，我求你帮我一个忙好吗？你能随时告诉我爹搜捕的情况吗？郡主，这次我恐怕真的无能为力了。城主他会秉公处理的。哎，王总管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回来呀！王总管，浪嫂他有没有受伤啊？他有没有受到惊吓呀？王总管，你回来！我不是不相信爹，可是你们有人愿意相信一个从小被狼养大的孩子比你我都要善良吗？你们有人愿意相信吗？你们放我出去！开门！开门！放我出去！来人呐！找到这头狼怪！看来狼巢穴就在前面，他受伤了，跑不远的。这里有脚印，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顺着声音追。在那边，在前面，队长，我。在那边。抓走他了！在那边。把他们一网打尽！狼群来了！狼群来救他了！会不会有狼怪？副将，怎么办？这只是普通的狼而已，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狼怪。狼群为火，若遭遇狼群攻击，就用火攻；情况危急，就射杀他们。今日必抓到狼怪，
维持复命。是。狼群撤退了。莫非这野人能号令狼兽山的狼群？他不是普通野人，竟然能号令狼群！弓箭准备！小凤，郡主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小凤，可有马府抓到狼崽的消息？没有，但有陛下派人快马传来的谕令，严命陛下即刻赶来。我听说，陛下还命城主务必抓到狼崽，格杀勿论。是我害了他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编造狼怪的传说，更不应该带他下山。是我害了他。郡主，你别这样怪自己了。狼崽杀人并非你所能预料，也非你所想见的。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，要不然他绝对不会伤害别人。小凤，我给他狼牙项链时答应过他，我会保护他的。他是那么相信我。除非能证明狼崽清白，否则郡主如何护他？只怕我尚未找出真相，狼崽就已经遇难。眼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小凤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小凤从小和郡主一起长大，郡主没有把我当下人看，反而把我当妹妹一样照顾。为了郡主，小凤受军法处置也不怕。好，小凤，谢谢你。我必须上山一趟，让狼崽离开狼兽山。郡主，马家军那么多兵丁上山搜捕，我想那狼崽说不定早就逃走了呢。不，狼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并非不会逃离藏匿。我最怕的是，他会担心我找不到他，怎么都不肯走。那怎么办啊？只有下狠心，逼他走。原本狼群意图攻击，前来营救有折返。就是这个狼崽，警告狼群不要与我等发生冲突。他只身营救小狼，牺牲自己保护同伴。听说这狼崽有情有义，我还不信，如今真是长了见识。但是他毕竟是杀了夏侯都尉的凶手，若非他杀，我敢断定，城主见到他也会夸他是1等1的将才。可惜了。听说抓到狼怪了，这是哪个狼怪啊？就是他！别动，站在那儿等我。
你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我问你，你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你是不是又做错事情了？又不听话了，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全城的官兵都在抓你，所有人都认定你杀人了。夔州城你不能待了。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彼此信任，你懂吗？星儿是说过，星儿和狼崽永远相信彼此。但是此刻，相信又怎么样？不相信又怎么样？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你的命就不重要了吗？走啊！既然有危险，就离开夔州城，离开狼首山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你不必为我留下，你听好了，从此刻起，我和你再无瓜葛，听明白了吗？不准跟！你不走是不是？我后悔了，我后悔和你当朋友，后悔把你带下山。你不知道自己是个怪物吗？我怎么会和怪物做朋友呢？别开玩笑了，万一人家要是知道，以为我和你是同伙呢。你要是再不走的话，你只会连累我，让我受到牵连。你快滚呐！滚！狼崽不是怪物，是人。星儿相信狼崽，星儿守护狼崽，不要走。你别自作多情了。我和你当朋友，是因为我以前孤单，我只是想把你当成一个玩伴而已。一个狼养大的玩伴，多稀奇呀，多特别呀！我不需要你了，你滚呐！你给我滚！你滚呐！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让人来抓你，抓你的狼娘亲，抓你的狼兄弟，滚呐！
亲临，抓不到狼怪，跟夔州城多数牵连。是，快搜！ 狼崽，别再回来了。末将无用，本已擒到凶手，却疏于防范，让他趁机逃脱了。这少年本就异于常人，恐怕是天生神力啊。 这样，明天我与你一同前去抓捕。爹，眼看圣上就要到了，爹不宜离开马府，不如海二带队，助丰城大哥一臂之力。我跟那野人也算是交过手，领教过他的手段。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我想我也帮得上忙。也好，这样一来，你也可以借此去历练一下。 不过，千万不可自作主张，一切要听丰城的指挥。是，爹，您放心，儿子一定听从马副将的吩咐，把那野人抓回来。先去准备一下吧。少主，你懂事多了，这次能主动请缨，替城主分忧。 副将忘了，我上次被那头畜生给吓惨了。此次若能抓住那头畜生，拿下他的狼头，不仅可以在我爹面前立功，又可气唤马摘星那个丫头。哼，一箭双雕啊！城主说，虽然允许你出防一同迎接。 但是他不希望你提到和狼崽的关系，不然会让陛下多生臆测，会怪罪于你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爹担心的。但我定会随陛下彻查此事，想办法尽快还狼崽清白。小凤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？我也不清楚。 前日不知膳房用了什么草药入膳，我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恶心想吐。膳房的草药，会是哪一味呢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是离狐吧？离狐？别担心，没事的。它的生味本来就容易让人产生恶心，它只是……小凤，我想去个地方看看。 城主，马副将等人已出城多时，必能将那野人抓回。您还是回府休息吧。我是担心，若抓不到凶手，那陛下就会迁怒于夔州城百姓啊。马英，身手不减当年呐，这要连发数箭，才能取你一命。微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微臣不知陛下提前到来，未曾远迎接驾，
还请陛下。夏侯义死在你府上吧？微臣愿领责罚。进府禀报吧，是否有罪，朕自会定夺。就。谢陛下。郡主，你跑来夏侯都尉的房间做什么？据下人说，这些都是狼崽和都尉打斗时留下来的。郡主，城主有令，圣上亲临视察前，闲杂人等不得再进入此房间。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郡主，这汤有什么问题吗？不，这是一碗很普通的滋补汤，但这就是高明之处。一个赤手空拳的野人，竟能毫无声息地潜入你马府，而且还杀了夏侯义。倘若不是你亲眼所见，朕倒是不敢相信呐。陛下，恕微臣失职，才有如此憾事发生。本来臣以为抓到了凶手，不料凶手力气极大，不仅只手冲破巨木牢笼，还在顷刻之间迅速逃离。当真如此？哼！天下之大，奇才难见呐。朕倒是要亲自上山去搜一搜，会一会这个身手如狼的奇特少年。马英，即刻备马上山。臣遵旨。陛下且慢！站住！退后！马英之女马摘星叩见陛下。摘星，不得无礼，赶紧退下。爹，女儿有要事向陛下禀奏。退下。启禀陛下，此案有冤，郎才乃无辜之身，凶手另有其人。摘星，圣上面前不得妄言呐。马英。朕要听你说，你若有证据，朕必定勿忘无踪，绝不让真凶逍遥法外。但你若只是儿戏，朕要重重的罚你。摘星明白。起来说清楚。谢陛下。摘星，快起来。陛下，夏侯都尉遇刺之日，其晚膳后服用了离虎与参汤。这都是普通的药材，有什么异状吗？这便是凶手的高明之处，因两者本身并无毒性，可以使人免于怀疑。但是两者合用之后，再加之掌握药理之法，都尉便将因此气血逆回，无法施力。望乡总管在。何府上下你最精通药理，刚才郡主所言是否属实？是。若夏侯都尉真是被毒死，其尸身必然会留下中毒之迹。凶手为了避免如此，于是运用药理，使都尉之身不会留下中毒之迹，只是丧失反击能力。就在此时，原本打不过都尉的凶手便趁机将其勒毙。凶手也早已料到，都尉之死一经发现，马府与圣上必会追查真凶，
于是，真凶便想故弄玄虚，利用近期夔州城狼怪传说，做出假狼爪之痕，引导众人，让人误会，此凶案乃狼怪所为。凶手一定没有想到，最后竟弄假成真，引来了狼崽。接着便是爹看到的一切。你言之凿凿，那么究竟此案是何人所为？能够如此，凶手必是马府之内经手药膳之人。马府用人不当，才会酿下如此祸事。摘星恳请陛下、爹，调查事发当晚药膳房所有下人之行迹，还有夏侯都尉生前见过的人，符合条件者不出10人，逐一清查，必能查获。陛下，臣以为小女所言有些道理，臣马上派人彻底查清。来人呐！不用麻烦了。差一点儿就骗过了你们所有人，没想到竟然会败在一个小女孩的手上。汪总管，怎么会是你呀？就是我。拿下！跪下！整个马府，还有谁比我更精通药理，更能掌握膳食？王成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陷害皇亲国戚，陷我马府上下于不义？夏侯义这狗贼，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只恨杀他太晚。你跟夏侯义有仇？当年前朝末路，说好了，只要李氏一族禅让于你，你便不杀李氏一族。没想到这夏侯狗贼擅自揣测你的心意，将李氏一族全部诱于皇宫之内，之后杀了所有皇族。这狗贼不死，那才是老天不长眼。我的计划便是，先杀了这狗贼，再让马府所有人都一起遭殃。陛下，微臣不察，收留了前朝叛党余孽，请陛下降罪。马英，你的不察，差点给自己惹祸上身。夏侯义一案虽已水落石出，但是你难辞其咎，这要你终身戴罪立功。至于这个人嘛，你知道该如何处置。臣明白，臣马上恭送陛下回行宫。不用了，好好清理你的门户吧。马英，臣在。你这女儿不错，不但是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呐。恭送陛下。陛下回宫。恭送陛下。摘星，是爹错了，咱们误会了狼崽，快去找你兄长，让他们停止抓捕。是。可是，恐怕狼崽早已离开了狼兽山。万一狼崽没有离开呢？爹怕他们失手会伤了他呀。快去救狼崽！快去啊！